好来，乡亲啊，讲这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民调，不管是韩国瑜、郭台铭，也或是朱立伦，而这个对比式的民调，拢赢蔡英文甲郭文泰。也毋过，十大网络平台所做的民调，这个蔡英文是赢韩国瑜，赢郭是赢真多哦。所以有影就亲像一寡政治人物家己所讲的，这个民调参考就好。公布民调了后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胜出，嘛甲对手蓝捷。这回党内初选民调，国民党2020大选会当放下心中大石头，因为伫对比民调，包括韩国瑜以47.7赢蔡英文的15.8，郭文泰的18，郭台铭的29.2赢蔡英文的14.1，郭文泰的14.6。第三名朱立伦嘛以20.7赢蔡英文的15.6，郭文泰的18.8。因为其实国民党的支持者都知道，在这7天内要做民调，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在家里守电话。好，那相对来讲，民进党支持者其实很多人觉得是事不关己，所以动员力比较没有那么强。不过，国民党的欢喜时刻无到12点钟就结束，因为10间网络平台举办民调，结果拢呈现蔡总统大赢。其中馆长陈志汉，伊发起的票选活动7点钟19万人投票，蔡英文的支持度来到91%，韩国瑜只剩9%。其他对平面媒体、电子媒体，到这老天乐娱乐的网络平台，蔡英文是压倒性的胜利，赢28%到68%。至少2个礼拜之后吧，这些大家还在热头上，所以那个比较不是那么贴近真正当下的。2020总统选举还有半冬的时间，这国党正式参选人到9月才会登记，连副手人选嘛是影响关键。无定就政治人物经常讲的一句话：民调参好就好，努力较重要。